你好，我是龚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今年2020，全球都遭逢武汉肺炎的严重冲击。虽然我们台湾现在疫情趋缓，但是会不会演变成流感化都很难说。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集的播出呢，我们要来探讨的是，只要疫情当头，企业的防疫跟劳工的保障。在现场，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是成大医院指环部的张恒豪医师。那么，请张医师先跟观众朋友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职业环境医学科的张恒豪医师。那我目前同时担任职业安全卫生署南区伤病防治中心以及南区劳工健康服务中心的专任医师。好，谢谢张医师哦。张医师今天来打头阵了哈。那职环部也就是职业环境医学部，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职业伤害评估重建或是职能治疗等等哈。那乍听之下好像比较难跟这个疫情做相关哦，所以想请医师先摒除一下疫情，来简单说明一下职环部跟民众比较切身相关的，或者说什么状况我们可能需要挂职环部。OK，我们职业环境医学科在医院里面主要是协助劳工朋友，如果发生职灾，然后要去确认说他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无论说是伤害或是疾病跟工作有没有相关，要做这个鉴定判断的时候，那可能就会来门诊寻求我们咨询。那同时我们也会有蛮多时间，可能是到事业单位去做一些临场的劳工的健康服务。那像最近疫情的关系，我们也在协助事业做一些职场防疫的推动等等，这些大家都是跟我们平常工作比较相关的事物。好，那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疫情的主题哦。那从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全球几乎都沦陷了。那当然，台湾防疫有成，成为模范生。其中，成大医院也肩负了我们南部地区很重要的把关哦。那我想每天都如临大敌般战战兢兢哦。都像医生所掌握到的数据，我们现在谈谈这个国内外的一个趋势怎么样？对 ，OK。好，那这一波这个疫情我们大家所熟知大概就是这个武汉肺炎嘛。那它其实是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中国湖北的武汉市就有发现有一个不明原因的这个肺炎的群聚的情况。那后来其实台湾的警觉性比较高，其实在中国官方他们公布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新型的这个冠状病毒，以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底宣布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之前其实台湾就开始有一些蛮多的一些防疫上面的一些作为哦。那所以其实相较于世界，它目前有一个大规模的流行，那台湾其实在防疫上面是做得非常好。我们绝大部分个案可能都还是以境外移入的个案为主。那但是目前以看世界各国其他趋势来说，当然除了中国以外，在欧洲、美洲其实都有一个大规模的流行。那以欧洲国家来说，其实绝大部分目前在5月份的时候的情况来说，其实都已经有逐步一个趋缓的情况。可是仍然有少部分的国家，像是俄罗斯啊，或是巴西这些地方，他们其实疫情仍然是在急转直上的。好，那另外在亚洲地区，我们过去可能了解像是韩国啊、日本啊等等这些国家，其实疫情也是有逐步的一些趋缓。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一些南亚地区的国家，像是新加坡、印尼等等，他们过去可能疫情相对也不是那么严重，可是也在近期有更大规模一个疫情的爆发。这大概是目前国际上的趋势，大概是如此。好，就看来其实台湾这是防疫有成，而且台南听说是确诊数还是6度最低的吼。对，那我想当然病毒它怎么样产生呢？甚嚣尘上，那有来自所谓这个实验室生化武器的阴谋论等等哦。那医生，我们到底病毒是什么，或者说它的传播特性，这个感染者的症状又是什么？来简单跟我们描述一下。我们所说它是一个官方定调是一个严重特殊的传性肺炎，那在官方名称叫做 COVID-19嘛。好，那它大概有几个重要资讯，我认为是民众可能是非常需要了解。第一个是它的传染方式，那我们过去熟知它大概是最主要是透过飞沫的方式去做传染的。那除了飞沫之外，其实接触传染也是在这一波疫情当中，相较于以往我们所熟知一些呼吸道传染疾病，更值得我们去做重视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政府一直在推动要做勤洗手啊、手部卫生等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透过这个接触传染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好，那再来就是这个疾病呢，它的潜伏期，也就是说它从有感染
到有发生症状，这段期间我们叫做潜伏期。好，这段期间它原则上它大概是1到14天，多数的话可能是在5到6天左右。那因为它最长可能到14天的时间，所以目前我们针对国外回来的台湾人，我们可能要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是考量到它的这个潜伏期。好，那再来就是它的可传染期的话，因为过去我们发现说，这个病毒它可能在初期可能是并不会造成非常明显的症状。那这时候其实往往有非常多的个案在这个期间也是具有传染力的。那依照目前比较新的研究，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病毒它在感染的前2天到感染之后的7天左右，好，这个大概是它传播力是比较强的时候。好，所以在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在针对这个期间，我们发现有比较多的接触者可能获得感染，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提早做因应的一个原因。好，那最后它比较常见的这个临床症状，可能包含像是咳嗽啊、发烧、喉咙痛、流鼻水等，这个大概都占了就是2成到4成左右。依台湾的数据显示，有大概这样的比例的个案有这样的症状。那不过我们也发现，一些比较特异性的症状，像是嗅觉的异常，还有味觉的异常等等。像以嗅觉异常来说，大概以台湾的个案就有将近1成多的比例是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发生。所以如果说平常民众就是或者是在工作的现场有发现说有劳工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其实都要提高警觉。其实一般听起来好像跟过去这个 SARS 或者 MERS 比起来是非常狡猾，也容易不断的突变这样子哈。我想当然说到这波疫情不管是自我隔离啊、检疫或是自主健康管理怎么做，其实民众的这3个月来每天接受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卫教轰炸，应该是耳熟能详了哈。所以我们先把焦点放在这个企业推行防疫的重要性哦。那为什么企业要来推行？从这个韩国跟新加坡就很好例子哈。像我最近工作主要都是在协助企业做职场防疫的一些预防的推动。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主要是说因为在企业它一旦发生的有一个疫情的爆发，很容易引起一个群聚的感染。那这时候事业单位往往可能会需要面临停工，可能甚至无论说是一个部分的一个部门可能需要停摆，那或者是甚至整个工厂有停工的一个现象哦。那举例来说，其实在3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韩国他们有一个保险公司的客服中心发生一个群聚的感染，在那栋大楼里面就有上百名的员工，就是因为这个群聚的情况，就是被确诊说有武汉肺炎。那后来这个整栋大楼其实它就停摆一段时间。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近期在新加坡他们的疫情急转直上，其实主要是跟他们移工在宿舍里面爆发大规模群聚其实是有关系的。是好，那回到台湾来看的话，在一开始疫情爆发的初期，事业单位比较没有开始采取一些防疫的作为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个白牌车的司机，那他的家人就是也有被传染这个武汉肺炎。那后来他的家人所在的这个事业单位是一个木业工厂，那因为当时都没有采行任何作为，所以后来这个工厂它就面临了就是要停工14天，那所有的员工有将近50-60名员工都需要隔离的这样的情况哦。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些案例大家都可以发现说，事业单位面对这样的疫情，其实是很容易产生很大的影响，然后可能面临停工的处境。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可能要做提前因应的原因。是没错，那个职场防疫是不能等，而且不能够松懈哦。那像我本身是记者，我们公司是叮咛我们做好各种防疫哦。毕竟我们都是接触人群，也很担心一个人确诊会影响整个公司哦。所以医生，我们在疫情当下怎么样去评估这个职场的风险 ？OK， 好，那这个职场风险的评估，原则上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哦。第一个是说，如果说在工作中有比较高的可能性会暴露这样的传染性的一些危害，那通常大概就是医疗工作者或是一些医疗工作上面的一些辅助人员。那这部分因为有直接暴露的一些风险，所以它往往这个职场危害是比较高的。
那另外我们也会考量说他在工作中是不是会需要与其他人接触，那这些往往可能是一个不特定的人士。那如果说他这个接触的情况比较频繁，而且特别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的话，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由我们目前的这个统计资料看来，除了像是我刚才提到这些医护工作者，他本身就是高风险之外呢，其实他像是空服员啊，或是幼稚园的老师、司机，那以及像是一般的可能零售业的员工啊、理发师啊等等的，那其实他相对而言，因为接触人群的关系，就我们评估起来，他的职场风险是比较高的。那其他当然像是一些办公室作业的人员，相对而言他接触人频率比较少，那他的风险就是比较低。那有这样的资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像美国，他们现在疫情比较严峻那很多像我刚刚提到这些会广泛接触到人群的人，其实都是一些社经地位相对而言比较低的人。那这也是为什么造成他们现在疫情爆发非常严重，因为这些相对而言社经地位比较低的人，他往往还是仍然需要去工作。那这时候他又没有办法有非常好的一些防疫的因应作为的时候，就造成说他的这个感染情况是一直不断的恶化发生这样子。难怪图卡上面这个纵轴收入跟这个职场风险，它算一个相关性哈。好，那我们从这个职业风险，我们来进一步谈一下这个职业病的一个认定原则。就我们发现说，在特定的职业，它可能罹患这个武汉肺炎的风险可能是比较高的。我们就讨论说，那这些一旦罹患的一些职场工作者，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职灾的一个认定哈。那过去我们在做这个职业病的认定，我们大概会考量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说他有没有一个确定的病症，然后再来是说他有没有一个明显危害上面的暴露。那在这波疫情当中，其实这个都是蛮明确的。那再我们也考量它的持续性，也就是说是不是先有这样的暴露化才离病。好，那通常这个其实在传染病上面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时间顺序，也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好，那再来我们可能要考量它的一些普遍的一些态样，可能过去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文献知识，以及它的这个可能暴露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就是群聚的一个群聚离病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最后可能我们也要排除其他的一些病因。好，那在这种生物性的一个疾病要去做职灾判定，其实比较困扰，大概就是我们过去其实对于像是医疗人员要去做的判定，往往都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其他像是这波疫情，我们看到像我刚刚提到的空服员啊，或是一些零售业者，他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职场风险的一些接触，然后进而感染的时候，这个可能是我们过去文献上面或是群聚的情况上面比较少见的。那当我们要去把这个因果关系做厘清的时候，往往就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判断原则，可能需要由政府单位再去做更多的放宽，然后以让我们更多的劳工朋友可能可以受到这样的一个职灾权益的一个保障。没错，劳工是这个企业最宝贵的资产哦。那面对这些冲击，其实所有的企业应该都是头一遭的经验，所以我们第一步应该要如何针对这个员工来进行健康管理？职场防疫上面，如果要做员工的健康管理，其实现在都有蛮多事业单位可能会在入场的时候帮劳工朋友去做这个体温的量测，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不过以我们在做职场防疫的经验上面来看，其实很多事业单位比较缺乏，大概是说，他如果有监测到就是有体温的异常，或者是说劳工朋友有一些上呼吸道一些症状的时候，那要如何去做一些后续的一些紧急应变措施的规划，这往往是目前比较缺乏的。好，那这些可能包含像是不同的这个职场的部门要做怎么样因应，可能要有相对的人员可能去追踪这个员工的健康情况，有没有去就医，以及后续康复的情形。那以及就是可能他所工作的场域需要做一些调整。那以及是不是要做一些现场的清洁消毒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好，那再来就是说，很多劳工朋友可能会关心说，今天他一旦有了一些症状，或是甚至发烧，那他什么时候可能可以回来工作，以及他这个停工期间请假的一些规则，这些其实也是事业单位可能在面对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要去做一些事前的准备，那让劳工朋友不会因为说他有一些这样的状况，可能要请假就非常担心，然后可能会暴病啊，可能去上班等等，那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比较不乐见的一个情况。
是，我想疫情到现在，很多企业配合很好呢。那我印象深刻就是清明连假，中央还有公布旅游警示区哦，就有一些金融机构就大动作，要员工有去过的就在家自主管理，不用到公司。所以要问的是，刚刚医生有提到，就是一旦呢对劳工权有保障的部分，就是所谓那个特别条例的部分，你稍微给我们做个简介。OK， 好，那目前针对就是指挥中心宣布，像是如果说有接触确诊者啊，或是从国外回来，可能要进行隔离或是检疫。那因为这样的状况不太是雇主他们可以提前去预测到的。好，那所以目前指挥中心是有提出一个所谓防疫隔离假的一个这样的做法。那在这段期间，可能事业单位就不会给薪啊，就是靠劳工去申请所谓的防疫隔离假，然后以及申请所谓的防疫隔离相关期间的这个津贴来做工资上面的补偿。好，那但是有一些情况可能是说这个隔离或是检疫的这个原因是可以归责于雇主，比如说今天雇主他知道说国外有这样的疫情的爆发，那仍然派遣了他的劳工就是去这个地方出差，那这个其实在派遣之前我们可能就可以预测有这样的感染风险。好，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是一个雇主可能可以被归责的情形。好，那这时候雇主就仍然有义务在这个劳工他后续进行隔离或者检疫期间是需要提供薪资的。好，那不过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所谓自主健康管理的部分，因为现在目前还是有几个情形可能会需要自主健康管理嘛，比如说就是他有接触确诊者，但是不是非常直接性的接触，好，或者是说他隔离检疫过后仍然需要自主管理一段期间。那以及就是在像是指挥中有宣布去过一些旅游警示地区啊，或者是像是敦睦舰队之后可能需要自主健康管理。好，那这些状况下，原则上依照目前的规定，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是仍然可以去公司上班的。好，不过这时候劳工或是雇主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考量。那如果说是因为雇主本身自己的考量，希望劳工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也不要去上班。好，那如果是雇主的要求，那这时候仍然是需要提供薪资给就是劳工，那这段期间的价别可能也是要以公假来做处理。对，那其实我进一步要谈，就是说，那如果我的同事是确诊病人，然后出院之后要回来上班，或许有些人会有一些过度的担忧，医生这部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呼吁 ？OK， 好，那原则上就是当今天这个事业单位有一个确诊个案的时候，其实这个职场都需要做一些比较确切的一些因应措施啊，比如说包含就是在这个确诊者他的工作场所要进行一个立即性的消毒，那以及就是在他的相关的工作上面可能会比较频繁会去接触到人，可能需要做隔离。那以及可能比较外围的人，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建议的一些措施，可能就是要求他们要做自主健康管理啊，以及可能如果说今天事业单位是没有普遍性的佩戴口罩，那可能可以建议这些比较外围的劳工也去在这个期间去进行口罩佩戴，那甚至可以在工作的一些场域上面去做一些调整。好，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说，如果说是有确诊者要回来职场工作，那就像这个其实大概这段期间，可能初期大概就是符合我刚刚提到这个自主健康管理的这样的状况。好，那这个时候其实事业单位也可以考量，针对这些刚确诊回来的劳工，他如果要回来上班，那其实可以把他的工作场所去做一些调整。那不过他的同事其实这时候也不要过度的忧虑，因为原则上我们目前指挥中心在做这个确诊要解除这个隔离，那其实都是经过非常严格的标准，它是要3采阴才可以解除。好，所以通常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下回来工作，应该都是传染力都非常低，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风险在的。对，就是要接纳、尊重了哈。对，那我想当然疫情这个变化非常难测哦，那在全民防疫的努力，我们这次度过了社区感染的危机哦。不过就企业的防疫的角度，也是要超前部署哦。像我们公司就提早的实施异地办公，一直持续到现在哦。所以类似所谓的分流上班等等，我们要建议雇主怎么样去做这个方法。OK， 好，那个分流上班这件事情，其实在事业单位做一些疫情提前因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人员在做这个防疫的考量上面，如果去避免说，因为今天公司有一个确诊者，那就是整个公司因为人员可能需要隔离，然后就导致说公司整个业务停摆的这个情况。好，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分流考量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
这个接触者的定义哦，它大概指的就是说，你有面对面，而且是没有防护底下，跟其他人有15分钟这个接触，我们大家就会定义成他是一个接触者。好，那所以事业单位在做这个分流上面考量的时候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减少他们员工之间有非常常态性的有符合我们刚才讲这个接触者这样的定义的这个情况。好，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有几个方式哦。那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先去界定公司有什么样的一个业务或什么样的人员，它可能是最为关键、最为重要，是一个核心的这个部分，是我们要提前去做一些因应，避免说这些人员或是这样的业务如果停摆，那公司可能就整个停摆了。好，那我们先把这些关键性部分找出来。那之后针对这些人员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分区或是分时甚至异地的一些考量。那不过在做这个分区分时的时候，它其实可能一部分是在公司的一些它所需的场域啊、动线啊，可能都要做一些区隔。那甚至乃至于他平常他所在的休息室或是使用的厕所，甚至我们去一些事业单位，有时候这些劳工朋友他可能需要住宿，那他住宿上面的一些区隔等等，这些其实都要一并做考量。那再来就是有一些事业单位他做的这个分流的这个方式，可能是用不同班别之间去做一些考量。那不同班别其实之间，它有时候过去常会有一个交班的这个情况。好，那在做这样的一个分流管理的时候，其实要去注意比如说有交班的这个情形的时候，也要避免说他们可能用过去实体的面对面接触的方式，可能可以改用其他像是文书的方式来，以及配合电话方式来做交班，这样就可以避免说有符合这种接触长时间接触的这样情形的产生。是，那当然这次疫情也让我们重新来检视自己的卫生习惯哦。那特别是如何正确洗手啊、勤洗手部分，当然我们要进一步了解说为什么这个手部卫生这么重要。好，那目前医疗指挥中心其实不断的宣导，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洗手的这个要诀，大概就是所谓的内外夹攻大力丸嘛。OK， 那只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大概我们都可以透过洗手来避免说这个病毒就是继续存留在手部上面，造成一个接触传染的情况的发生哦。那这边我大家要特别提醒哦，就是其实很多民众可能会忽略，就是我们洗完手的时候，有时候会用衣服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脏的，比如说再擦一下，对，再擦一下。那这时候其实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说这个衣服的不干净，让这个手又再次污染。其实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那再来第二个是说，洗手我们其实都比较提倡，还是说所谓的湿洗手，也就是说用肥皂用清水去做洗手这样子。那其他像干洗手当然有一些效果，不过它相较于这个湿洗手，它的这个防护其实就没有这么的理想。那不过在一些比较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取得湿洗手，或者是说这个表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油腻的情况下，其实干洗手还是有它的一个效果在的。OK， 好，那不过这个洗手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是跟这个病毒它这个接触传染的风险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哦。那有过去的资料我们都可以看到，比如说新加坡他们有针对病房里面去做研究啊，就发现说这个确诊者的病房在他的照顾他医护人员的这个口罩表面其实是测不到病毒的，可是在这个病室内可能栏杆啊，或是说那个厕所的那个马桶的表面，其实都可以看到沾染的这个病毒，可以验出来。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这个接触传染风险是在，因为你可能去碰了这些地方，然后可能你又不小心去摸了你的口鼻，那这个可能就会有这个接触传染的发生。好，那再来就是美国他们的研究也发现说，这个病毒它其实在一些表面，像是塑胶或是说金属的表面，其实在可能2到3天之后，都还是可以测到病毒。好，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可能会去倡导说要做一个频繁的这个环境的一些清洁消毒啊，然后勤洗手，这些其实都是跟我们目前对这个病毒的一些所知的了解是有关系的。是，其实刚刚医生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所谓内外夹攻大力丸这样的口诀是 for 台湾还是说全球一致的标准？其实全球我们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宣导的。对，那也有所谓的那个国际洗手日嘛，之前指挥中心有在某一天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导。那其实目前国际上我们大家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做的。OK， 好。那医生，如果我们一切都回归正常哦，就觉得所有的防疫的做法还是要维持常态，还是说有疫情来我们再来因应就好？像我们平常出去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OK， 好。
那因为像目前它疫情有逐步的趋缓啊，不过我们其实还是很难预期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啊、新加坡这些国家，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其实看到它的疫情是逐步趋缓的一个趋势。可是在这一阵子，我们发现像新加坡因为移工的关系，还有像这几天那个韩国可能因为他们有那个夜店的事情，然后所以又有一个群聚的状况发生，那这是造成他们疫情又急转直上。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这个在有疫苗出来之前，我们其实国人都还是需要针对防疫要提高警觉。那当然，我们可以在生活上面可能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饮食上面。如果说今天餐厅他们可以做个适当的位置上面的隔离，那也可以做好一些清洁消毒啊等等的。那我们可以自备一些干洗手，然后之后再到餐厅里面去用餐。那其实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作为，那这样的餐厅可能都是一个比较适合我们去消费一个场所。那当然，其实像目前一些户外的活动啊，或者是说，甚至像是最近职棒也开打了嘛。那只要有保持跟人之间的这个社交距离，那像这样的一个室外活动，其实都是我们蛮推荐，就是民众可能可以继续去进行的。那因为我们一直闷在家里，其实对大家的那个心理健康也不是非常的理想，那对吧？所以其实适度的出去走走，那也去提升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帮助的，变成一个所谓的防疫新生活的运动哈。那像这次这个 KTV 大幅的警讯，好像在整个消防安全的部分，好像也要更严格的把关哦。哦，对，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去消费场所，无论说是百货公司啊，或是说 KTV， 然后餐厅啊，当然说我刚刚提到，就是有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等等这样的一个元素，我们要继续充分的考量之外，那它整个环境的一些安全的一个状况，可能也是我们要去留意的。是，好。那我想，这次的疫情呢，我们除了对抗病毒，也考验人性哦。因为刚刚提到，就是如果他有确诊的病人，我们当然以尊重、一个接纳的态度。因为病毒它不只夺走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时候我们连原本的这个良善啊、厚道或安全感都被夺走。那我想，面对这疫情，我们只有相互的信任跟帮助，才能够创造雇主跟劳工的双赢哦。那我们今天节目非常高兴呢，张医师来到现场哈。我们更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再会。